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。今日我哋講下人際關係。所謂嘅人際關係，即係人與人之間透過各類型嘅互動而建立嘅聯繫。無論係親人、朋友，定係返工見到嘅同事，總之牽涉人嘅互動都算係人際關係嘅一種。佢係一個動態嘅社會網絡，多變又複雜，非常難掌握。有時我哋會同某人走得好近，但係轉頭又會疏遠。有時我哋同某人明明應該可以好投契，但係偏偏我哋成為咗敵人。表面上人際關係嘅來來去去好似好隨機，純粹講緣分同睇性格夾唔夾。但係原來所有睇落好自然、好個人化嘅感受同決定，背後都有一套隱藏嘅社會規則。你點樣去同人互動，其實唔係完全由你個人決定，而係俾一啲你睇唔到嘅社會規則默默咁影響緊。社會學家將呢啲規則同互動方式歸納成社會學理論，令我哋更容易梳理人際關係背後嘅運作邏輯。理解咗呢啲理論，我哋就可以攞翻人際關係嘅主導權，喺同人互動嘅時候更加得心應手。以下我會分享8個解構人際關係背後邏輯嘅社會學理論，大家記得睇晒佢，相信一定會對你有幫助。首先，第一個我想講下嘅係社會交換論 （Social Exchange Theory）。呢個理論係講緊人與人之間嘅互動，本質上就係一場潛在交易，唔單止係物質上嘅嘢或者實際上嘅幫助，當中仲包括情緒價值、尊重等等嘅無形資源。社會交換論認為，每個人喺人際關係入面都會有意或者無意咁去計算成本同回報。你同一個人相處，你會諗，我要為對方付出幾多時間、精力或者耐性，我又可以從對方身上得到啲乜嘢？呢種諗法唔一定係市儈，而係好自然嘅事。就算你冇刻意去諗，潛意識入邊都會自動同你記賬。如果一段關係入邊回報長期多過成本，我哋就會願意繼續經營。但係如果自己不斷付出，但係就冇相應嘅回饋，呢種不對等交換就會令關係失衡，最終都會走向疏遠。所以如果你要人緣好，你就要思考自己可以俾到咩價值俾人。有啲人講嘢好好笑，能夠令人好開心，呢個就係好大嘅價值，令人會好中意同你相處。有啲人個樣生得靚，令人賞心悅目，呢啲都係優勢。有啲人好識關心人，可以俾到情緒價值俾人，呢啲人當然都車見車載。當然更現實嘅優勢就係你有錢有地位，個個走嚟想叨你光。呢啲嘢講出嚟好庸俗，但係現實世界就係咁。如果你覺得自己乜都俾唔到人，咁至少都唔好輸出負面價值。例如成日怨呢樣怨嗰樣，負能量滿滿咁，呢啲人身邊通常好快就冇晒朋友。用社會交換論嘅角度睇，我哋要改善人際關係，就要好有意識咁創造雙贏嘅互動。例如同朋友傾偈嗰陣，唔好淨係講自己嘢，都要主動問下對方，你呢排點啊？你上次提過嗰單嘢解決咗未？呢種關心就係一種情緒上嘅付出，對方會感受到被重視，自然更願意同你交流。又或者當同事幫咗你一個忙，你可以真誠咁講聲多謝，甚至請佢飲杯珍奶。呢啲細微嘅動作都係一種回報。當你明白人際關係嘅本質同背後嘅規則，你就可以更加主動咁去經營佢，而唔係被動咁等自己被眾叛親離。好啦，第一個理論就講到呢度，跟住落嚟我會同大家分享第二個理論，符號互動論。呢個理論會解釋點解我哋嘅一舉一動，甚至一個眼神，都會影響人哋點樣睇我哋，同埋點樣同我哋相處。符號互動論 （Symbolic Interactionism） 最核心嘅觀點就係，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從來都唔係靠字面意思，而係靠符號背後嘅含義嚟運作。所謂符號可以係一個眼神、一個笑容、你講嘢嘅語氣，甚至係你着衫嘅風格、你擺緊嘅姿勢等等。呢啲看似無關痛癢嘅細節，其實都喺度默默咁傳遞緊信息。而對方又會根據自己嘅經驗去解讀呢啲符號背後嘅意思，再決定點樣回應你。舉個簡單嘅例子，你笑住同同事講早晨，呢個笑容加問候就係一個正面符號，對方會覺得你友善，願意同佢拉近距離，所以通常會有正面回應。
但係如果你黑口黑面講早晨，就算句說話冇問題，個黑面嘅符號都會被解讀成你唔開心或者唔想被打擾。對方可能求其應你，然後盡量同你保持距離。用呢個符號互動論，你就會明白點解有時你自以為係一個好友善嘅人，但係其他人好似唔係好贊同咁。可能就係因為你表達出嚟嘅符號出事。例如你每次同人講嘢都係掛住玩電話，又冇眼神交流，呢啲符號就會標籤你為內向、唔尊重人之類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對你嘅印象就會固化，就算你努力嘗試改變，都未必可以輕易洗底。你嘅人際互動方式亦都會順住呢個符號標籤走。如果調翻轉，你想用符號互動論嚟改善人際關係，就要學識掌控自己嘅符號傳遞。首先，你要留意自己嘅非語言符號，例如多啲同人眼神交流，講嘢語調適中，唔好太急或者太高音之類。仲有一個絕招，萬事萬靈，就係保持笑容。笑係一個好強嘅正面符號，笑得多嘅人，人緣一定唔會差。其次，要學識解讀對方嘅符號，例如有人同你講嘢嗰陣不斷睇錶或者四圍望，咁佢一係趕時間，一係唔尊重你。無論邊樣，都無謂再繼續個話題，不如盡快完咗佢，放過佢又放過自己。如果有個好朋友表情好似好失落，問佢咩事又話冇事，咁可能係佢明明有事，但係又唔想俾人知或者唔想打擾人。呢個時候你不妨用合宜嘅方式俾啲支持佢，唔好信佢字面講話冇事就唔理佢。符號互動論話俾我哋知，人際關係就好似一場符號對話，你傳遞嘅符號決定咗對方點樣同你互動。掌握好呢個技巧，你會發現同人溝通會變得順暢好多，誤會都會少好多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講下第三個理論，社會角色理論。每個人喺唔同嘅場合都會擔當唔同嘅角色，亦都會有完全唔同嘅行為表現。而呢種角色轉換會點樣影響人際關係呢？記得繼續睇落去啊！社會角色理論 （Social Role Theory） 嘅主要概念其實好簡單，就係人嘅行為唔係純粹由性格決定，更多嘅係由你喺特定場景下嘅角色所塑造。就好似演戲咁，你拎住唔同嘅劇本，就會自然做出符合角色預期嘅反應。而人際關係當然亦會隨住角色轉換而變化。比如返工嗰陣，你係下屬嘅角色，面對上司講嘢會斯文啲，亦都會謹慎啲。但係對住死黨，可能你會粗口橫飛，同喺公司完全兩個樣。同一個人只係因為角色唔同，同人相處嘅態度、溝通嘅方式就完全唔一樣。社會角色理論最有用嘅地方，就係幫你搞清楚矛盾嘅源頭。好多時人際出問題唔一定係因為對方針對你，而係角色預期唔匹配。譬如你係一個中意按指引做嘢嘅人，但係偏偏你個上司係個放任型嘅管理者，好少俾具體指引，淨係派任務同俾 deadline。呢種情況下，呢兩個角色間嘅衝突就可能會影響你同上司嘅關係。你期望上司係個教練，會捉住你隻手教你點做。你覺得依家個上司指示唔清晰，冇盡上司責任。相反，上司可能覺得佢嘅角色係俾個大方向，然後等下屬自己摸索。佢可能會覺得你少少嘢都要問一餐，毫無獨立處事嘅能力。所以呢個情況下，個矛盾位唔在於你懶或者佢苛刻，純粹係大家對彼此嘅角色預期同現實有落差。另一個好常見嘅例子係，夫妻之間，老公可能覺得自己嘅角色要做嘅係賺錢養家，而老婆可能期望作為老公，佢應該要多啲關心自己。呢種對角色預期嘅落差，分分鐘搞到大家不歡而散。所以話社會角色理論最有用嘅地方，就係叫大家喺嬲一個人之前停一停，諗一諗，我同佢係咪對大家嘅角色有唔同嘅理解？好多時傾清楚個劇本，矛盾就已經解決咗一大半。而想利用呢個理論改善人際關係，最緊要做到呢兩點。第一，認清自己嘅角色邊界，例如喺公司就唔好太隨性，唔好亂噏嘢，以為自己係屋企人角色。相反，返到屋企又唔使咁嚴肅，以為自己仲係人哋上司。第二，我哋要盡量理解對方嘅角色需求，例如伴侶想做撒嬌者嘅角色，你咪主動過去攬下佢。
對方有工作做緊，要做個趕工者角色，需要寧靜嘅工作空間嗰陣，你咪自己行埋一邊，唔好阻住。簡單嚟講，社會角色理論就係教你喺場合做人，要明白唔同場合有唔同嘅社會規則，識得轉換角色，先可以同唔同嘅人都相處得舒服。好啦，跟住落嚟我哋講下第4個理論，社會支持理論。點解有啲人遇到難題嗰陣，好容易就會揾到人幫佢，但係有啲人就孤立無援，或者揾翻嚟嘅幫手成日都越幫越忙？原來社會學家對呢樣嘢一早有解釋，亦都有一套方法令你更容易得到援手。社會支持理論 （Social Support Theory） 嘅核心意思好直接，就係每個人都需要一個社會支援網絡，喺有需要嘅時候揾到適當嘅人幫手。呢個網嘅強弱直接決定你嘅成就可以有幾高。社會學家將支援網絡分成3個大類。首先係情感支持，例如你因各種事而唔開心嗰陣，有人肯陪你坐喺公園傾到半夜，聽你傾訴，安慰你，呢啲就係情感支持，主要負責穩住你嘅情緒，未必能夠具體幫你解決問題。所以當你純粹想揾人傾訴下嗰陣，就唔好揾啲能力高而有實幹型嘅人，佢哋可能嫌你煩，唔肯聽你講嘢。第二類係實際支持，例如見你忙到甩碌嗰陣，幫你做一部分工作，或者知你要搬屋，即刻請假過嚟幫你一齊搬咁。當你需要實際幫助嗰陣，就唔好揾啲淨係識得個講字嘅人，佢哋可能都幫唔到你啲乜嘢。第三類係資訊支持，例如你想移民，想知道多啲關於移民嘅嘢，有人本身係移民顧問，或者已經移咗民去你想去嘅地方，佢哋可以同你分享申請流程、當地生活成本、點樣租樓之類嘅實用資訊，呢啲就係資訊支持，幫你避開啲冤枉路。當需要呢種支持嘅時候，梗係要揾啲有實際經驗或者具備相關知識嘅人去問，先真正幫到你。一個人冇可能靠單打獨鬥解決生活上所有難題，好多時你嘅支援網絡嘅強弱就決定咗你嘅世界可以有幾大。而要有一個強大嘅支援網絡，平時我哋就應該多啲參與，成為人哋嘅支援網絡。你可以留意自己有咩強項，就用嗰樣嘢去幫人，到你有需要嗰陣，自然更容易揾到幫手。第二，有需要嗰陣就記得揾人幫手。我哋唔應該太依賴人，但係遇到啲自己能力範圍以外嘅嘢，確實揾人幫一幫，會減少好多撞板機會。例如頭先舉移民呢個例子，你揾個真係當地生活過嘅朋友嚟問，比起純粹自己上網睇資料，或者單靠移民顧問俾嘅資訊，一定會有更全面、更貼地嘅實用建議，幫你節省好多試錯成本。第三，支援網絡未必越闊越好，最緊要係精準。好多人中意參加各種聚會，擴充人脈，但係實際上好多所謂朋友只係泛泛之交，到你真係有需要嗰時，根本揾唔到佢哋幫手。與其浪費時間經營一堆冇用嘅普通關係，不如用心維護幾個重要關係，包括真心為你着想嘅家人、幾個死黨、工作上嘅伙伴。呢啲人先係你支援網絡入邊最重要嘅構成部分。社會支持理論唔單止教你點樣揾人幫，更重要係提醒你點樣經營一個互助圈子。好啦，社會支持理論就分享到呢度，跟住落嚟要講嘅第5個理論就係社會滲透理論 （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）。社會滲透理論最核心嘅觀點就係，人際關係就好似剝洋蔥一樣，要從表面一層一層咁打開，先會慢慢滲透到核心。呢個理論認為，關係嘅親密程度取決於兩個人自我揭露嘅深度同廣度，而且呢個過程一定要係雙向同漸進嘅，先至可以長久。所謂自我揭露，就係主動同對方分享自己嘅內心世界。社會學家將呢個過程分咗4個層次，最外層係公開層，例如你住邊度、做咩職業之類。第2層係半公開層，比如你嘅興趣、愛好、對某啲事嘅淺層睇法之類。第3層係私人層，好似工作上嘅壓力、感情世界等等都屬於呢層。而收喺最入面嘅就係核心層，係你嘅價值觀、童年回憶、夢想，甚至係難以啟齒嘅創傷等等。好多人嘅人際關係成日出問題，好多時就係因為滲透嘅節奏唔啱。
例如有啲人啱啱認識就同你傾佢嘅童年創傷，相信你都會覺得好奇怪，甚至會好有壓力，因為你仲未 ready 同佢建立咁親密嘅連結，自然會想逃避。相反，如果你永遠淨係肯分享自己最表面嘅信息，從來唔講自己嘅真實感受，對方就會覺得你唔信任佢，亦都唔會同你推心置腹，關係永遠停喺普通朋友嘅階段。一個健康嘅人際關係，自我揭露一定係雙向對等，大家互相都肯分享同一層嘅信息。所以如果想用社會滲透理論改善人際關係，記住兩個關鍵。第一，循序漸進，根據關係階段調整揭露深度。同新朋友傾偈，可以先從興趣入手，覺得對方可信，再慢慢分享少少工作壓力，等到成為好朋友，先至傾啲好核心嘅心事。第二，要保持對等，唔好做單方面嘅分享者，亦要學識引導對方揭露自己，咁樣就可以促進雙方嘅交流。好啦，第5個理論就分享到呢度，跟住落嚟要講嘅第6個理論係社會認同理論。有一個好常見嘅現象就係中意同一隊球隊、中意同一個偶像嘅人，好快就可以傾得好埋。社會學嘅角度睇，到底點解會咁嘅呢？喺社會裏邊，我哋係點樣區分自己人同外人嘅呢？社會認同理論 （Social Identity Theory） 係指每個人都會通過歸屬某個群體嚟確認自己嘅身份，並且從群體入邊獲得安全感同認同。例如你係某間大學畢業，遇到校友嗰陣，一句我都係邊間大學嘅，就可以快速拉近大家嘅距離。跑步呢啲咁個人嘅活動，都有好多人中意約埋一大班人一齊跑，主要就係想有一種自己屬於呢個圈子嘅感覺。社會認同理論指出，人會自動將世界上嘅人分為內群體，即係自己所屬嘅群體，同外群體，即係唔屬於自己嘅群體。對內群體嘅人，我哋會自然產生偏愛同信任，傾向於互相幫助；對外群體嘅人就比較容易產生距離感，甚至偏見。例如公司裏面同一個部門嘅同事係內群體，大家會互相分擔工作、分享資訊；而其他部門嘅同事係外群體，有時可能會因為資源競爭而發生矛盾。所以要快速同人建立連結，最快嘅方法就係揾到你哋嘅共同群體標籤。例如發現對方同你一樣都中意養貓，你就可以透過貓奴呢個共同標籤快速建立關係。呢招我覺得都幾 work， 大家又不妨試下。好啦，第6個理論就到呢度，跟住落嚟我哋傾下第7個，亦都係今集最後一個社會學理論——人際吸引法則 The Law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。社會學家總結咗5個人際間互相吸引嘅最主要原因。第一個係相近性，人會更容易同物理上近身邊嘅人建立關係，例如坐隔離嘅同學、同一個 office 嘅同事、住隔離嘅鄰居之類，相處機會多，互動頻率高，自然就會比較熟悉同信任，所以想同某啲人熟，多啲出現喺佢附近會係好方法。第二個係相似性，人會更傾向中意同自己相似嘅人，例如有相同興趣、近似嘅價值觀、類似嘅成長背景，甚至係相似嘅外形等等。相似性容易帶嚟認同感，覺得佢同我一樣，咁就會快速拉近距離。所以如果你想同某個人熟，可以揾多啲大家相似嘅地方，咁就可以更容易同對方建立連結。第3個係互悅法則，人都中意喜歡自己嘅人。如果你對一個人表現出欣賞、認同，對方亦會更傾向對你有好感。所以我哋唔好吝嗇自己對其他人嘅欣賞，多啲讚下人，人哋都會對你增加好感。第4個係能力吸引法則，有能力有特長嘅人更容易受人歡迎。呢個唔難理解，人普遍都仰慕勁嘅人，哪怕對方勁嘅地方對自己冇乜好處，我哋都係會中意黐埋啲勁人度。所以持續學習增值自己，有自己嘅長處之後，自然人際關係都會變得更好。第5個係外貌吸引法則，正所謂你的樣子如何，你的日子亦必如何。呢點雖然現實，但係外貌確實係第一印象嘅關鍵。呢度講嘅外貌唔單止係你阿媽生你出嚟嗰個樣，仲包括儀容、衣着同言行舉止等等。一個注重形象嘅人，
會令人覺得你尊重自己，亦尊重他人，所以亦會更願意同你接觸。所以平時着衫整潔得體，保持笑容，平時做多啲運動，保持身形好睇，都會幫到你嘅人際關係。好啦，今日影片到呢度，呢7個社會學理論其實都係想話俾大家知，人際關係唔係深不可測，唔係純粹隨機講緣分，背後係有清晰嘅運作邏輯。理解咗呢啲邏輯，你就唔會再俾緣分、性格不合呢啲模糊嘅說法困住，反而可以主動經營一段關係。當你學識運用呢啲理論，你會發現同人相處可以好輕鬆、好自在，而你亦會喺健康嘅人際關係中成為一個更成熟、更幸福嘅人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呢個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次見。